你将实情交出来，我会当了你的话要叫本官生疑心的。比如我的父亲以前是范阳总兵，白昭宏，伊的死因是安怎？白昭宏勾结契丹，一生上乌巴路，明明就是你害死，你阁敢唔肯招实话啊？好，我照认，我照认。这是范阳节度使。无，白玉公主啊，我是拢奉伊命令行事的啦。朱元新，我知影你毋是主脑，你若老实对我讲，我会用放你两个人走。也敢若想要帮走者，伊人讲，我讲。连什么人讲拢是共款，喙口无平，爱用写。好，我写。要写，过来，我就是讲哦，这写哦。难怪，叶兰你是伯父的冤情，就会当洗煞。爹亲永远袂当搁活倒转来。哼，朝廷哦，就是有恁这款贪官啦，所以这款政治拢恁破坏了呀。第一同志啊，若以你的个性哦，这两个贪官污吏的人，你绝对哦袂手下留情。还是安那，这摆你若要原谅伊哈？会当洗清一个忠臣，比较害一个贪官污吏的人搁较重要。叶姑娘，你同意我安尼生做无？若是要杀因两个人是真简单，将因两个杀死咧，你的老爸冤情永远是焦沉大海。但是，若留伊一条性命咧，换一个恁老爸的忠心。这个名节，以我认为安尼有较价值。一切互你决定就好。好诶。写好啊。另甲契丹小上乌巴路交结，想要来夺占就契丹的王位。白昭宏唔肯甲恁狼狽为奸，恁则用计将伊杀人灭口。朱元新。恐怕这个代志毋是遐尼诚简单。这事实都是安尼啊。是毋是朝廷有人想要谋反篡位，利用就契丹的兵力，施成幕后者则要来夺江山，乌巴路则要来占着契丹的王位，这是互相小利用的大阴谋。安怎？你写这张口经只会当洗清就伊白总兵的清兵。但是我最主要要知的，就是后母的主持人是什么人？讲。回头了！哎呦！什么人？啊？什么人？我讲错。过来。奇怪嘞，那。你帮我帮忙。谁叫？上来啊！谁叫？上来！这个是什么？恁两个啊是怎么倒去？拄则有刺激，若毋是白衣同志进来救我，我一条性命都无够死呀！嘿，哎，白姑娘啊，你也伫遮？哎呦，这两个是什么人抬的呢？唔知影是谁抬，也毋过白衣同志已经去对伊个刺激啊。哦。口经，原来这两个人就是朱元新甲董公武勾结反帮，再来陷害就伊白昭宏。白姑娘啊，这是因两个口经，恁老爸冤枉就会当洗清咯。来，迄无话，你将这张口经立刻甲我带到京城，奏明皇上，替白姑娘的阿爹洗一下冤枉。是。白姑娘，安尼对。心上。
我甲你讲一件好消息，狄元新甲童公武已经死了。伊是安怎死的？是被人暗算死。伊临死的以前，搁再招人讲伊陷害范阳别总兵的代志，所以皇上降旨，对方别总兵为一品的官职。别总兵的冤枉，总也会当洗清咯。这个代志是拢总别伊当主为别如月做的啊。别如月。是啊，就是数处侵入衙馆，要去行刺狄元新迄个别总兵的查某囝，也就是别伊当主最心爱的人。别如月，伊敢有爱别伊同主？当然是有咯，因两个人两心相依。而且情投意合，所以我劝你，也是莫对别伊公主遐尼啊痴心。情不必关，表伊当初去不还，将你思念心犹原。如乖，娘。 你又搁伫咧思念迄个白衣当主长？阿娘，人以为咱世俗冤情，是咱的大温情人啊。是咱的恩人无毋对，也毋过你即马伫咧思念的是为着私情啊。阿娘，阿娘看会出来，你对白衣当主的感情是真好。 也毋过可怜你燕长春，甲你自细汉两个都青梅竹马，伊是遐尼深爱你，你却是辜负伊。娘，当我对燕长春一直自伊当作大兄看待。阿娘担心的是，燕长春遐尼啊深爱你，为着你，伊会无惜一切去找白衣当主两个去拼命。假使若有万一，看是要怎样？ 我嘛看会出来，你对白衣当主的情是真深，也毋过燕长春对你的爱更加深。为着你，因两个人必然都爱死一个啊！阿娘，如果啦，咱紧走！ 你毋是伊的对手，紧走！你免走，狄元新已经死了，无人会搁逼我来杀你。要若安尼，你来创啥物？其实
每当夜深人静的时阵，每后我都偷偷来伫咧看恁母仔囝。为什么？你爱知影原因是，我先问你，你还搁有伫咧恨我？连这个无抵抗的老大人，你就甲伊抬升重伤，这个恨，我永远甲你记伫咧心肝内。恁老爸的冤情已经洗清啊，敢要讲你的恨还搁未消？阮老爸冤情，甲我甲你的仇恨，这是无共款的代志嘛？那呢，你着安怎样对我的恨才会消？除非你互我亲手抬死，我恨就会消。好，那呢，我就先抬你。我已经败在你的剑下，也已经互你杀受伤了。你的恨是毋是已经消啊？假使你的恨若是还阁未消，你要安怎杀？你着穿棺材。我求你，毋通互我杀到死。无论你互我偌重的伤，我着愿意接受。杜乖，你亲手甲我杀受伤，我内心的痛苦已经减轻真多。如果你若无想要搁杀我，才下着故事。是不是狄元新动公误死啊？伊已经悔改。你是不是受伤？是不是白玉同志甲你伤的？白玉同志，现在恐惊的毋是我的对手了。啊，那安尼是？我是故意捡一个人甲我杀，为什么？为着要减轻我内心的痛苦，也要互迄个人对我的仇恨减轻。看来你已经变了。无毋对，狄元新已经死了，我也应该变。但是唯一无变的是，非杀死白衣同志不可。你敢真是有法度通我杀死白衣同志？我已经练成对付七绝的剑法，杀了白衣同志，我有百姓的把握。只是我若是杀伊，恐惊伊，我期待21年的希望，就要变成泡影。你期待21年的希望是啥物？是要令我的老母甲我的小妹。什么？梅准先败在你的手头？是讲我嘛毋敢想要赢伊，啊，毋过确确实实是去互我家己刺着伤。是毋是梅准先练七绝，做伙入魔，连伊的武功也废掉了？毋是，我看伊敢若有隐藏什物苦衷，超工要输我的。
是安尼生，是毋是伊知影伊做毋对，伊伫咧悔改？只有会当安尼想。既然梅俊生伊无要甲你动手，你就爱帮助我，去向伊讨手无难啊！啥？遐尔啊久啊，还阁无将手外人甲放互袂记。哎呀，我是为着伊手无难的安慰啊！你若毋是为着情爱担心安慰，是为何来？我对你感情深似海呀，你甲伊吃醋不应该。如果只是平凡你，那比公主是玉又金枝。你若爱无难，做的你去，枉我痴心成道义。我对你感情绝不变，你何必疑心错你免离口来强辩，你甲无难熟悉是在我先。我轻声会来扛啊！渺小者，减少这个错话啊，详细啊听的。万里的公主啊，丧了命，这个事关重大呀，会害小王啊呀！小王爷，是，你敢知影小王爷伊出京找公主的目的？因为小王爷表示就迄个假公主，所以伊先来带找出京，目的就是要来找伊真公主。假使手无难，公主若真是死，你叫小王爷是要安怎洗清就伊冤枉呢？所以我才要协助伊小王爷，安尼敢毋对吗？你敢真是为着小王爷？我从来敢捌骗过你。好嘛，你若真是为着伊，我会用来帮助你。我即马就来去找梅俊生。梅俊生，梅俊生，紧将邱无兰交出来！你敢毋知影邱无兰深爱白衣公主？为什么你要为伊伫咧赌命呢？因为小王爷替阮阿爹洗刷冤情，我安尼做是要报答伊。不管你的目的何在，我拢袂将伊交出来。要若安尼，咱只好来比一个关键。你的武功遐尼高强，我已经败在你的剑下，我哪敢搁甲你比一个关键？我求你，你莫逼我好吗？俊生，小小一个查某囡仔，你竟然会败在伊的手下。我互伊甲我抬着伤，这是事实的啊！俊生，你已经练成着追魂七绝的剑法，当今武林，就是白衣公主也毋免想讲要赢你，是安怎你会败在伊的手中？梅俊生，紧将邱无兰交出来啊！你若是将我抬死，我也袂交出邱无兰。好，也若安尼，你莫怪我手下无情，嘿！
阿爹，伊要抬，就互伊抬嘛。春香，你是安怎对这个查某囡仔这么忍量呢？梅翠生，查某囡仔，你唔通得寸进尺，以为讲我老，对付你还阁真有够呢。那呢，你就唔通怪我无尊重你是一个老大人。你真好斗，你知影是啥物人？你竟然敢甲伊动手，也毋过你